我哋依家睇一個好靚嘅晉源嘅租盤，1195尺，全海景。我哋慢慢睇過去，前邊白色呢個就係李寶椿聯合世紀書院，呢個係海星灣，全個海星灣嘅景觀都睇晒。仲有對面嘅船灣淡水湖嘅堤壩。咦，原來觀音都睇到喎，呢一個頭先都冇留意到添。係啦，今日天氣麻麻地啊，如果唔係呢，響呢邊呢可以望到深圳大鵬半島。睇完景觀，我哋睇下呢個廳，4米嘅廳，超闊。然後後邊呢就向南嘅，可以見到望安山。呢個係大門口啦，入嚟可以擺個鞋櫃。右手邊就係廚房。我不嬲都最中意先睇廚房嘅，足夠嘅工作台面，係啦。跟住呢度係工人套房，再睇返3間房同客廳一樣嘅景觀，同埋啲房都夠大。第一間細房，第二間房擺完4尺床都仲有好多位擺衣櫃同埋擺書台。咁啊，主人套房，套廁。呢邊向南，所以依家朝頭早10點鐘有陽光。主人房仲有一個小小嘅景觀露台，可以望出去。唔記得睇下客廁點樣添。客廁直接就係淋浴嘅，非常之方便。清潔都維持得唔錯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